健保署公布2024年240間醫療院所的財務報告，這南口的中期病院賺37億外，連續9年呢，攏是提賺上介濟這個病院。不過，這癌症的專職病院雖攏佇咧了錢，親像台大的癌症病院了3.6億外。另外，這醫護人員的薪水問題呢，健保署分析，人事費用加起來有3102億，偏去年加81億。89歲李老先生今年5月雄巴肚痛，到金門病院檢查發現是巴肚主動脈瘤破氣，並且出血性昏迷，也無馬上開刀，死亡率9成。更較大的問題是，李老先生佫得到免疫性血小板低下脂肪症，凝血功能真歹。好在在台北症總甲金門病院合作，克服離島醫療資源不夠等各種挑戰，緊急就地開刀，就將病人為鬼門關頭前救回來。台灣醫生台灣以後。最困難的大概就是我剛剛說，第一個關鍵是夾到主動脈嘛。那病人正在出血，你只要在出血點的上面把它夾住，整個身體就會比較穩定。病院是挽救生命第一線，衛福部健保署公布2024年醫療院所財務報告，南口中嘅病院賺37.26億，連續第9年是上賺嘅病院。第二是高雄中家28.65億，中國護醫13.89億，台北榮總10.4億，台大病院是排名第7，整體賺16.12億。那我們也去看長庚的財報，那當然它是以股利在112年，它是拿到了36.3億，113年就只剩下18.4億，所以大概就少了17.8億。不過，唔是所有病院攏賺錢，高雄岡山病院醫療了上濟，達到6.76億，台大癌醫也了3.63億，好心地癌中心病院是了1.85億。醫界團體批評，健保署公布病院財報，干來做半途，缺少醫療品質甲醫護薪水等關鍵的指標。除了應該要主動公布不同機構健保費用的流向，來監管快速擴張的自費市場，也應該要嚴議下修財報公開的一個門檻。健保署10月公布2024年讓健保費2億以上，總共240間醫療院所財務報告。外界關心病院賺錢時陣，賺的錢是不是分配給基層護理人員、勞助護理人力？健保署強調，人事費用加總共2102億，比前一年增加82億，認為甲健保總額高成長甲公務預算益助有關係。記者綜合報道。